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我会不会想用歌声来感化国民党立委？所以我昨天就很担心啊，因为怕就是反效果，反而唱得太好听，让他们在里面就是舍不得离开。等一下可以这个一展我的歌喉跟战力，但是没想到国民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呐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立法院守夜7点到11点，那也有很多警察同仁都在各个路口，然后包括今天早上也都在，也都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也巡回的这个演唱《隐形的翅膀》来慰劳这些辛苦的警察同仁们。练别手哦，兰花草最近听说也爆红。我唱过的歌都爆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得花时过，染花却依然，含苞有无一个。转眼秋天到，一人如暖风，朝朝频顾惜，夜夜不相忘。期待花开早，能争出远长，染花却依然，含苞也无一个。谢谢，我现在真的已经是歌手等级，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。想用歌声来感化国民党立委，所以我昨天就很担心啊，因为怕就是反效果，反而唱得太好听，让他们在里面就是舍不得离开。原本以为是要发挥这个，让他们吓到就是逃出立法院，就没想到反而是让他们就是在里面听我唱歌是一种享受，所以。因为最近唱歌有点表现得太好了，就有点没有办法发挥。那你觉得你刚刚唱歌怎样？我应该音准会再准一点。对，因为他刚刚唱那个兰花草，什么？我们要在神圣的国会殿堂上做这件事情吗？他刚做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部长吗？看红豆吗？红豆。我唱的比副院长好。没有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救命！感好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我很紧张哎，不要这样子啦。那他可能副院长也是紧张啊，说不定他平常音准也很准。啊，我真的觉得有哎，真的没有吗？好了，那我以后都不再唱了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。就交给嘉义委员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